微笑讲客语，咪咪说讲客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现在又要来学客家话，大家一起来咪咪说讲客家。中国人呢喜欢物必有余，欲必吉祥，喜欢用一些谐音咯来影射，祈求生活的平安顺利咯。客家人当然也不例外了，比方说多吃葱会变聪明，客家话的葱叫做虫聪明叫做聪明，你看其他的声音哦。再来多吃芹菜，芹菜的客家话叫做芹菜，所以呢你就会变懂勤劳，就是勤劳。其实一般我们就说懂上忙，上忙就是勤劳，很勤劳的意思。然后呢要多吃蒜，蒜是什么呢？酸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这个酸酸就会很好。所以像许巍从小到大也是身经百战，大小考试妈妈就会带这3样东西呢帮我去拜拜哦。所以客家人听说很会考试的，所以公教人员特别多是客家人。那么有一位保佑客家人考场顺利的守护神是谁呢？就在台湾的屏东，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的庙宇，那就是韩义庙。韩玉庙。那么韩玉庙呢，位于南部客家人的大本营六堆这个地方。那么六堆中的后堆啊，那么也就是现在的屏东县的内埔乡这个地方。你也许会问，什么是六堆？什么是六堆啊？那是因为以前啊，聚集在台湾高屏2县的客家人哦，为了保乡卫家呢，抵御外侮而组成了6个队伍的一个乡团义兵了。那么为了和军队的队有所区别呢，因此就取它的谐音了，所以六队那个队呢，也就变成有聚落的意思啦。我们知道韩愈是唐宋8大家之一，参加朝廷殿试，曾经3次落榜，25岁终于考取了进士了。那么因为呢，他触怒了当时的唐宪宗，被贬到潮州当刺史嘛，所以呢，韩愈就设立了学校咯，让这个地方文风兴起了。那么清朝时期移民到高屏六堆地区的这些客家先民呢，就感念韩愈这样子的精神，因此有了现在我们说的韩愈庙了。这可是客家民族特有的咯。好，那么韩愈庙也叫做崇礼祠。好了，所以呢，特别提醒大家，客家人爱念书，你多学客家话也会受到影响哦。安之塞哦，张磊了，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